嘅咧就係讓嗰啲有聰明才智嘅人嘅話，去增加嗰個社會嗰個咩積累社會嘅金融積累嘅話讓佢哋啲聰明人嘅話咧叫大家去入股入佢呢個公司嘅股嘅話咧，咁大家咧變成咗股東。好啦，咁我呢個公司贏，你大家都係贏，就係咁啦。因為我帶領你哋建立呢個公司噶嘛，即係我係呢個公司嘅所有人嘅頭，但係咧你哋又跟住我一齊去發達咯，就咁啫嘛。係啊，幾好係嘛？講得幾好啊！係啊，所以咧有好多人㗎。你講大五含冤入獄啦。佢冇辦法，因為共產黨佢惡鳩晒啊嘛，即係等於我陳良宇咁樣啫嘛。陳良宇嘅模式嘅話，我同佢哋啲上海即係走過嚟旅遊嗰啲上海人講噶啦，我話其實如果係我哋中國嘅話，整個中國採用陳良宇嗰個辦法嘅話咧，已經成為咗美國之下嘅最發達、最富有嘅一個文明國家。即係你哪怕你冇民主都係文明國家，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樣，係嘛？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只有獨裁就冇民主只有佢嘅蠻橫嘅統治底下嘅所有人都變成咗奴隸啊嘛。如果採用陳良宇嗰個模式嘅話咧，唔單止嗰啲幹部有向心力，有呢個共同富裕嘅思維同埋佢嘅功績。如果佢陳良宇嘅模式嘅話咧，就使得整個即係咩長江三角洲嘅話咧，係最呢個世界最富裕嘅發達國家嘅地區亦都牽動埋呢個南方嘅廣州福建廣西都成為咗整個世界嘅富裕嘅地區。所以嘅話即係話雙影成輝啊嘛。有呢個珠江三角洲，有一個長江三角洲嘅兩個地區互相競爭，就互相提攜，互相勉勵，互相幫助。咁樣嘅話咧，就使得呢個國家好快發達咯，成為發達國家咯。但係俾呢個習近平嘅話，傻閪嘅話打鳩沉咗啫嘛。如果唔係嘅話，唔單止香港更加發達因為香港點解會係發達咧？因為佢係四小龍嘅金融中心嚟噶嘛。佢而家打鳩爛咗香港嘅話，成為咗遺址啊嘛。即係話台灣嘅錢入唔到去大陸，大陸嘅錢亦都覆蓋唔到呢個整個中國同埋呢個東南亞，就係咁啦。只有俾中共嘅呢個傻撚咗隻嘢嘅話，你有咩去操控呢啲資金，咁咪越玩越死咯。你知道習近平噶啦，玩乜柒就死乜柒嘅。好似阿成龍咁樣係嘛，佢廣告嘅話接觸邊個廣告嘅話，就邊個廣告公司就死鳩咗，係嘛，一鳩樣啫嘛。即係你唔係呢一家，好似阿蔣介石咁樣，佢唔係呢一家。佢就會請人去做好佢呢件事，咁就得啦嘛，係嘛？即係中國嗰啲古代啲皇帝嘅話，佢唔係個個都係專家嚟噶嘛，但係佢揾專家嚟做嘢嘅話，咪做成功咯，係嘛？冇計嘅，但係咧衰就衰在咧大清王朝嘅話，點解會覆滅咧？佢就係將奴才當人才用，人才又當奴才用咁咁而家朱鎔基呢啲咁嘅王岐山李克強呢啲咁嘅人才嘅話，變成咗奴才咯。咁你知噶啦，奴才嘅話只能夠你有咩聽主子話，
嘛？咁但係你乜佢你個主子嘅嗰個咁嘅聰明才智都唔及呢啲咁嘅奴才嘅思維咁發達嘅話，咁咪越玩越死咯。因為官大一級壓死人啊嘛，係咪？干打水先。莫梗好，莫梗。这个美伊战争怎么样？美伊这个怎么样？莫梗不在，繼續。今日喺咪度啊？今日等我咳完先得啩，咳完未啊？你講得咁快，逐啊，哦，冇人同你。隻手吹鳩住風扇啊嘛，凍親啊！係呢度即係美國呢度咧就又唔凍又唔熱，一吹風扇嘅話凍一凍嘅話，你係咩搞到啦咳？係深呼吸啊！深呼吸兩次，深呼吸。好多嘢。其實咧可以咁講咧，即係話廣東嘅話咧，都係抄香港嘅範本，係嘛？你深圳嘅話全抄香港嘅啫嘛。如果冇香港，你邊度有深圳啫？抄人哋話封控嗰陣啊，美國你抄作業都唔識抄啊，咁佢自己又唔識抄作業。佢可以話人哋，但係你有眼睇嘅咧。2017年嘅話，我就讚口話自己係啊，我話屌川普咁柒叻嘅，你有咩用鳩咗我嗰啲冇用服嗰種嘅打法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嘅。我話裏邊肯定有中國人啦。我話有中國嗰啲嘅智商嘅人喺裏邊啊。咁果不其然啦，係嘛？有呢個張振熙啦，有余茂春啦，所以嘅話，我話正啊，即係上一屆嘅話有呢個趙小蘭啦，係嘛？趙小蘭你乜誰不知係共產黨嗰啲嗰啲嘅代理人嚟嘅，咁你咪死啦，係嘛？好似駱家輝咁，屌，笑鳩死嘅啫！你知唔知駱家輝你係咩嘅？老婆見到佢出軌嘅話，同佢離婚係嘛？笑鳩死嘅，係啊！你呢個咁嘅領事嘅話，應該你有咩去河蟹人哋啊嘛？你有咩誰不知俾人河蟹咗轉頭嘅嘛？失鳩敗嘅啫！你有咩呢啲咁嘅幾柒多嗰啲中共嗰啲特務喺呢個領事館嗰度，你有乜河蟹咗幾柒多？你有咩嗰啲美國嗰啲政要係嘛？中共嗰啲人陰濕噶，好陰濕噶，中共係啊，就係啦，都話你有咩可以有誠意過美國嘅政要即係 FBI 嘅頭兩個前後嘅 FBI 嘅頭都俾呢個陳文英河蟹咗，前面嗰個FBI 嘅頭咧俾呢個陳文英咧就玩到動都冇變成咗雙料間諜，佢就將89民運嗰啲嘅嗰啲料共產黨嗰啲料咧就餵俾美國嗰啲 FBI 嘅頭，咁咧就睇得嗰個 FBI 嘅話信咗佢嘅話所以嘅話呢個陳文英攞2份工資，幾鳩冤咁咧就第二個 FBI 嘅頭咧走去查第一個 FBI 嘅頭，咁咧同呢個陳文英接觸嘅話咧，咁搞到呢個陳文英又勾引咗佢上床，
咧咪前後嘅 FBI 嘅頭都成為咗佢個俘虜，幾鳩過癮啊！你知唔知啊？佢而家呢隻死婆你咩仲喺美國嗰度住嘅喎，71歲啊！係啊，啊，即係話30幾年前嘅話，人哋當打嘛，30幾40歲嘅時候，啊，真係風騷兼夠姣啊！係啊，正啊，真係有啊！你喺 Google 嗰度查啊 ，FBI 嘅特務陳文英咁啊有噶啦，有呢個相噶啦，係啊，你喺 Google 嗰個照片嗰個網頁嗰度啊。因為 Google 有幾個啊，天下沒有新鮮事啊，係全部都係歷史嚟。屌你係係，咁咧就另外一個故事咧就叫方嘅話咧就走去南加州嗰度咧就河蟹咗2個民主黨嘅國安委員，咁咧今次又係有個咁嘅加州嘅呢個咁嘅國安委員俾阿方俘虜過嗰條友仔嘅話咧，就想話做呢個競選呢個加州州長，誰不知俾人哋揭露翻佢佢又打老婆啦，又出軌啦咁樣同埋咧又同中共特務嗰個方嘅話咁咧就FBI 咧就揾人去中國嗰度嘅話，同呢個方嘅話聯繫動員佢俾個綠卡佢叫佢翻去美國嘅話，指證呢2個咁嘅美國嘅中共特務啦。俾佢俘虜咗嘅呢個美國嘅國安委員咯，咁方免責嘅咩？方自己免責嘅咩？佢唔使受罰嘅咩？佢冇透露，佢冇揭，即係冇將美國嘅情報透露咗嘅話，佢冇罪噶。咁樣啊？係啊。咁佢係特務啊，但係佢冇，因為佢呢個係潛力股嚟噶嘛。呢2個只不過係民主黨裏邊嘅咩嚟噶嘛，嘅國安委員嚟啫嘛。佢唔係上到去中央領導核心小組啊嘛。中央領導核心小組俾阿奧巴馬控制住啊嘛。佢攞唔到美國嘅核心技術同埋呢個高度機密噶嘛。佢只不過潛力股嚟啫嘛，咁鳩樣啊！即係你唔知咩？有500個中共嘅女特務嘅話，潛伏咗喺呢個硅谷裏邊嘅各個硅谷嗰啲工程師嗰啲家庭裏邊噶，你唔知噶？咁樣啊？係啊。包括呢個甲骨文啦，同埋呢個巴菲特呢個咁嘅幾呢啲咁嘅財團啊，呢啲咁嘅裏邊嗰啲高級工作人員嘅話，佢老婆嗰啲老婆嘅話，全部都係中共特務嚟噶。係啊，你朱克伯格你就明啦，朱克伯格個老婆係壞人嚟噶。前 Google 嗰個老闆咁後嚟咧就離咗婚，咁嗰個叫做沙拉漢尼可沙拉漢想話同呢個小肯即係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嗰個副總統就係叫做尼可沙拉漢呢個好。我可以咁講，佢亦都係中共嘅特務嚟嘅啫。即係喺嗰個咩特朗普嗰個宴會嗰度刺殺嗰個現場，刺殺佢嗰個現場嗰個影到嗰個女人係咪啊？即係嗰個阿姜小姐。係啊，我睇到。即係嗰個女記者啊嘛，記者會主席啊嘛。係咪嗰個啊？
着咗低胸衫嘅。啊，唔出奇啊，有好多女特務喺裏邊嘅。即係爭咗佢有冇陽咗出嚟啫嘛？即係等於好似武漢肺炎，你係陰性定係陽性啫嘛？係嘛？啊，如果好多仲係陰性，佢仲未浮出嚟係嘛？或者佢未暴露出嚟啊？美國嘅法律嘅話，你係做壞事先至陽出嚟嘅嘛？你唔做壞事，你咪係潛伏喺裏邊咯。喂，嗰個尋日我睇嗰個石平啊，嗰個日本嗰個議員石平同埋余茂春原來好 friend 喎，原來係啊，呢排佢哋兩個都係喺台灣啊嘛。講一下余茂春同埋石，有冇佢哋嘅故事啊？故仔啊？你未喺 YouTube 嗰度，佢有個獨立嘅社評節目噶，係啊。你有冇？我冇去關心。即係不過我睇過我睇過阿石平嘅言論睇過余茂春嘅言論，但係就係你知嘅啦。而家余茂春嘅話已經離開咗呢個川普嘅政府啊嘛。上一屆咧佢係蓬佩奧請嚟嘅智囊嚟噶嘛，即係白宮智囊團噶嘛。而家唔係噶啦嘛。而家有一個光頭佬叫做張振熙，成為咗川普嘅智囊團裏面嘅大咖嘛。得唔得啊？呢個張得唔得？呢個張振熙咧有光頭個樣咧好仲醜樣過習近平噶嘛。咁佢點樣？咁嗰個張振熙得唔得啊？好靚啊！而家嘅對華嘅政策嘅話，全部係呢個張振熙嘅 feeling 嚟嘅。即係佢將川普打造成美國嘅兩大陣營嘅焦點啊嘛。即係中意川普就中意到佢死，恨川普咧就恨到佢死，就係咁啦。呢個係張振熙嘅主意嚟噶嘛。係所以嘅話反而使到習近平誤判形勢喎，有可能。你話係咪？點樣誤判形勢咧？佢主要佢肯唔肯聽佢個幕僚老點嘅啫。係即係我覺得張振熙呢個策略咧，使到而家習近平誤判形勢，咁佢認為美國會衰落啊嘛，內鬥啊嘛，明嘛？內鬥咯，內鬥咧，內鬥唔會美國咧就咁樣嘅。美國咧政治嘅內鬥咧唔會損害美國嘅經濟同軍事噶嘛。係啊，佢係脫離開美國政府噶嘛。但係咧有底線同埋有底線嘅內鬥，唔係話冇底線。你等我講完先。川普咧佢個只能夠影響經濟同埋軍事，但係佢唔能夠主導美國嘅經濟同埋軍事噶嘛。即係等於好似呢個聯儲局嗰條咁嘅死人鮑威斯咁樣叫佢加息，佢又唔肯加息咁樣，係嘛？即係呢啲嘢嘅話咧，好難講嘅。叫佢減息，佢又唔肯減息咁樣。呢個嘅話，佢只能夠即係話呢個總統咧係三權分立嘅象徵咯。咁如果你想美國衰嘅話咧，就中共嘅話咧，一定要收買晒嗰啲嘅索羅斯比爾蓋茨同埋呢啲嘅民主黨嘅政要好似奧巴馬呢啲咁嘅仆街咁咯。即係佢一定要收買晒佢，成為咗佢哋嘅中共嘅奴才，咁就得啦。咁我可以打贏美國。但係即係時不與我時不與我嘅話咧，就川普成為咗中共嘅肉中刺眼心中刺眼肉釘啦，眼中釘啦。
其實可以咁講，即係有川普嘅上嚟嘅話，就冇中共嘅贏家咯，就係咁啫嘛。係啊，佢收買唔成川普，佢就暗殺佢啊！好，就係咯，好搞，就係咯，就係咯，好賤嘅，好賤。係啊，佢可以禮橫手啊嘛。即係其實中共嘅話，佢其實係培養咗民進黨噶嘛，即係台灣佢培養咗民進黨，佢利用咗中間人嘅話咧，就扶植咗民進黨去推翻呢個國民黨。誰不知你推翻國民黨冇問題，但係呢個民進黨嘅話，佢唔受管啊嘛。佢自己有咗呢啲嘅國民黨嘅叛逆分子走咗去民進黨嗰邊，咁啊更加唔受中共管噶嘛。所以嘅話咧，支持嗰啲咩施明德或者嗰啲咁嘅老一輩嗰啲人嘅話咧，佢係受共產黨嘅支援嘅話咧，感恩於共產黨噶嘛。但係呢啲嘅國民黨走出嚟嘅叛逆者嘅話，係冇受到中共嘅培植噶嘛，反為咧。連戰佢哋嗰一派嘅話咧，就走去親中共嘅話咧，而家就係靠中共養鳩住佢哋咯。其實可以咁講，國民黨嘅話，而家仲有佢嘅勢力嘅話，就係中共養住佢哋啫嘛。即係而家中共反為養國民黨，就唔柒養呢個民進黨啊，因為民進黨唔使靠佢養噶嘛。係嘛？即係自從蔡英文呢種叛逆者嘅話咧，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西方咁樣，凡係嗰啲嘅混血兒嘅話，就比上一代啲人靚啲噶嘛。所以點解美國啲嘅啲世界小姐咁靚就係咁啫，係嘛？凡係嗰啲咁嘅政黨嘅話咧，走去過檔嘅話咧，就肯定更加靚啲嘅。好似呢個咁嘅鄭秀文咁樣，咁肯定係比佢原來嘅國民黨嗰啲人係靚啲噶嘛。即係包裝又靚，個樣又靚，係嘛？鄭麗文喺美國好似都佢用啲安保手段，食咗面懵膏啊嘛。佢美國訪問，佢用嗰啲安保手段好似中共喎，鄭麗文喎。唔出奇啊！因為喺美國嚟講嘅話，有好多啲咁嘅民進黨嘅支持者噶嘛。咁你唔加強嗰啲保安嘅話，你係咪好容易俾人追鳩死噶嘛？即係等於好似蔣經國咁樣，又係俾人暗殺。好彩嗰個保鏢嘅話，你係咪托一托嗰個殺手嗰隻手嘅話，抬高咗10公分，咁嗰粒子彈就打落去嗰個旋轉門嗰度啊嘛。咁咧就蔣經國調轉頭嘅話，就即係見佢哋撳沉咗嗰個殺手，咁然後咧攞佢嗰支嘅好靚嘅鋼筆嘅話咧，就送俾嗰個托手踭嗰個特勤隊員咯。喂，佢嗰單嘢都唔拍成電影或者寫成小說噶？唔清楚咧，有啲國家機密嘅話係唔能夠講噶嘛。哦，咁樣。梗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你有咩暴露咗裏邊啲特務嗰啲咁嘅組織嗰啲嘢噶嘛？你不知不覺寫咗呢啲嘢嘅話，你有咩好容易俾人哋抄咗佢噶嘛？係嘛？係啊，小心噶呢啲嘢，即係等於好似中共嗰啲咁嘅好似金毛台呢啲咁樣嘅嘛。好似陳文英咁樣，係嘛？凡係你乜雙料間諜嘅話，都唔能夠寫書噶，寫親書嘅話，你有咩兩邊都唔好受噶嘛，係嘛？唔得嘅。凡係做呢一行嘅話，你有咩只能夠即係做個無名英雄咯，係嘛？
你如果你金牛，話金牛而家嗰啲好嘅電視劇或者電影有冇啲好嘅比較靚少少嗰啲主題曲啊插曲啊？好似好少咁咩？冇咩人創作而家。屌你冇鳩咗香港嘅樂壇嘅優秀嘅嗰個成分就已經死晒龍雞噶啦！特別你有咩而家中國嘅話，你有咩咁柒多人躺平嘅話，你有咩邊個聽佢嘅啫？係咪？有一半中國嘅年輕人有一半以上嘅話躺平咗啊！你知唔知啊？你估你因為佢嗰個制度嘅話，唔俾人哋發明創造啊嘛。如果各個單位好似我哋80年代咁樣，可以允許啲人發明創造，又有獎金咁樣，你知唔知啊？我係全廠嘅攞獎金嘅最高嗰個嚟嘅喎。我一個年輕人嚟啫嘛，一個年輕嘅工作人員即係個工廠嘅工人係嘛，能夠攞全廠最高嘅連廠長嘅工資都唔及我高喎，計埋獎金，即係你呢啲嘢嘅話咧冇得傾嘅，好似呢個咁嘅復旦大學嗰個咁嘅老師咁樣可以殺鳩死嗰個校長咁樣。咁我咪話啦，嗰個校長戇鳩啫嘛！你攞咗人哋嘅成果嘅話，你應該發獎金俾佢啊嘛，係嘛？呢個獎係你嘅，係嘛？但係個名你俾我啦，我借嚟用嘅話，你有咩有我好，又有你個好噶嘛？咁啊嘛，屌你乜你可以用金錢收買人心啊嘛？屌你乜你？人哋個老婆你又搶閪埋，人哋嗰份獎金你又攞閪埋，屌你有乜唔殺你？呢啲傻閪嚟嘅，你真係，即係呢啲嘢做得太過啊嘛，係嘛？唉，做人唔好太過就得噶啦，係嘛？好似嗰啲咁嘅欠薪嗰個工人咁樣，你有咩喺嗰個老細，你有咩一路打電話嘅話，喺佢後邊，你有咩喺個袋裏邊揞把取出嚟，你有乜幫佢之前嘅話，你有乜嗰個老細，你有咩唔知噶嘛？如果知道嘅話，即刻跪喺度啦。但係你搏鳩咗以後嘅話，你有咩喺連嗌救命啊，連求饒嘅機會都冇噶啦嘛？你而家中共嘅話，咪就係連求饒嘅機會都冇埋咯，一鳩樣啫嘛。佢要死嘅話，你冇辦法噶，冇辦法阻止佢死噶。你講咩啫？喂，重慶嗰單嘢係咁樣，嗰個校長就俾人殺咗啊，教授。咪一樣咯。知道嗰啲嘅校長嘅話，你有乜人哋嘅功勞攞夠咗，成為佢嘅功勞咁樣，咪一鳩樣。我唔知啊，即係都係差唔多性質嘅啦，係咪？所以而家個個都學下習近平啊，無恥最寂寞啊，或者無恥係無恥先係無恥者嘅墓誌銘啊。而家變成唔係話卑鄙係卑鄙者嘅墓誌銘啊。無恥係而家係無恥者嘅墓誌銘，即係習近平咁樣模式。你睇下上行下效啊，呢個叫做上行下效。哥斯怎么看？哥斯怎么看这个郑丽文这个去美国回来，发表一下你的高论。这个东西我早就说过了嘛。郑丽文去美国，也就是他乡下锣鼓乡下敲，自己哄着自己玩。哎呀，口口声声说我要见川普，我要跟川普谈。结果怎么样呢？他见到川普了吗？他连美国国务院的人都没见到吧？连华盛顿都没进去吧？有点像他现在
现在这个共和党那边认为他是帮这个共产党带话的，我感觉主要是这个。不是他拉的太满了，你知道吧？他真把自己当谁了？还见川普呢？他以为他像个球啊！ 2年后，你觉得？那哥斯，你说那个2年后郑丽文来大 DC 见着了谁？见了 DC 吗？见了 DC 吗？你傻子啊！你知道 DC 在哪里吗说说看 ，DC 在哪里？ ？DC 在哪里？我住就是在 DC 这边。DC 在哪里？郑丽文有见到川普？来，跟我讲他见了谁啊？你不是说他没有见人？跟我讲说他见了谁？哎，他不是说他能见川普吗？他说见川普，他说他讲的是什么？你再说一次，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他要跟川普坐下来谈。他要跟川普，那你也可以说你要见川普啊，不是吗？我只看结果，在美国，你的结果是什么？你要看结果是什么？你要看他来见川普是要卖台湾，是不是？对呀、你不是又开始疯了嘛？对不对？首先跟不是，台湾的政治人物都不应该见川普，因为见了川普就是卖台，就是这样子。哥斯，你查一下国民党主席能够见这个美国总统的那个历届这个所谓的总统的机会有多少？你看不用说嘛，台湾你们哥斯所谓的台湾总统有见到川普过吗？你以为见总统很容易啊？真的。那不容易啊，但是哥斯，台湾总统有见过这个川普吗？李文自己说他能见到川普啊。台湾，我操你妈的！我在问你，台湾总统现在是郑丽文是不是？郑丽文不是总统。我在问你，台湾总统是谁？你不知道吗？总统我知道啊，杰森啊。杰森，你看，就傻逼嘛，这不知道吗？这奇怪，你们上海怎么那么多贱畜啊？台湾总统是谁？你连是谁你都不敢讲啊！你还在鼓吹台独啊？是我不说了吗？台湾总统是杰森嘛？假，你刘哥是在这边啊，基本上啊，你就是把你们中国人都全部都是变成每个都是傻逼。没事啊，我要负责任的，我向那哥斯提问的，是我的错啊。哥斯不怎么知道那个历史，你去问一下那个 AI， 看一下，历任这个国民党主席能够见到我说的是美国总统的机会。郑丽文是在那个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啊，从北京见完习近平回来之后，在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了。我要到美国去跟川普谈，他自己把这个话先说满的。我告诉你，我也不敢说这种话，我要见加拿大敢说。哎，那你每届啊，这个世界杯都买这个日本进4强，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请教一下。我明知道这个机会很，我这个是践行巴菲特的理论的。我知道最近几届日本都进不了4强。哥是少讲那些废话，郑丽文来 DC 呢这边，基本上他有见到 AIT 的人啊，为什么没有？难道他就是见的 AIT 是那个是见那个 AIT 的看门的人吗？AIT 是什么？郑丽文在 DC 里面，他有演讲啊，然后他是那个美国的智库啊，为什么没有？
郑丽文有见到那个参议员跟众议员啊？为什么没有？当然你会跟我讲说，我郑丽文那个为什么他讲话的为什么都没有讲话的内容都不公开？我操你妈的！他为什么要公开？我想问一下，那个郑丽文去美国是美国邀请他，还是他主动去的？我想请教一下。我跟你讲啦，郑丽文来美国这边，基本上有一些旅费，基本上是台湾政府出的。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他是公事还是私事？没有，这个东西去查就好，这个东西去查都有了。郑丽文去中国访问，这个费用也有一些费用是那个台湾政府出的。你觉得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公事还是私事？没有，这笔钱是属于国会批的，还是那个总？当然啦，哇，这是属于外交部的钱啊，台湾外交部的钱。外交部里面的给的。这个是，其实就是你懂台湾啊，还不到0.5哈。说白就是例行公事，只是谁去的问题，可是明白吗？例行公事只是谁去的问题。也可以是卢秀燕去，但是为什么不是卢秀燕去呢？卢秀燕就没想着2028年去选总统，郑丽文就想着去当总统。卢秀燕、韩国瑜、还有其他的事情。你看卢秀燕跟韩国瑜最近都出国去访问哪些国家？哪些国家？你说吧。他们有去欧洲啊，另外一个来美国啊。所以哥斯，你到底懂不懂民进党啊？我靠，你这个共产党，你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啊？共产党最厉害不是知此知彼，百战百胜吗？你们共产党不是都这样子吗？刚才金牛说过了，当年那个民进党也是有点这个中共扶持民进党的意味的，也应该也有一些黑道的钱流进民进党。是不是这样？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传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那说实在的，共产党有没有资助民进党？当然也有啊，为什么没有？啊！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支持民进党，那你们就是支持国民那个共产党啊，是一样的意思嘛？啊，这个东西一直在跟你们讲，基本上你们也不听。不然陈水扁当初为什么可以去那个去中国？吕秀莲为什么可以去中国？那个还有那个什么立法院长那个我靠呀，那个民进党那个叫游锡堃为什么去中国？你们跟我讲嘛，你们跟我讲嘛。这些民进党的人都是元老级的呢，怎么去都可以去中国。李秀莲去过没有？李秀莲当然去过啊，他是堂堂正的中国人，他是炎黄子孙呢。李秀莲去中国就是这样说的啊。哥斯跟我讲一下子，哥斯跟我讲一下吧，你支持的民进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嘛？蒋中正为什么要用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来标识这个所谓的跟中共制宪的国民的区别？为什么要这样子？不是讲，你觉得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句话不对吗？我知道对啊，但是他好像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堂堂正正嘛。事实上你们所不知道的是另外一半叫做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OK， 没有，我觉得啊，你们真的不懂中国，你们真的不懂中国。这个中国当然是我们的自由中国，你们真的不懂中国。
非常不懂中国啊！跟你们讲，基本上你们也不想听。唐人真正的中国人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觉得这个很好笑吗？觉得歌是很像那个就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他妈的主张。哎呀，他妈的，这歌是可以做毛泽东啊！他曾经参加什么样的那个社会运动？我说他的言论像，不是都说哎呀，所有地方独立，对吧？他之后打仗的时候就说哎呀，反对这个独立，反对那个独立，对不对？支持统一，对不对？那时候歌是比较像那个大学都没有毕业的鲁迅，好不好？大学都没有毕业哦，没有强调一下子哦，大学都没有毕业的鲁迅，好不好？老毛也没有，大学都没有毕业的鲁迅。这个摩根是谁？这个摩根不就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吗？啊，对嘛，不是歌师，你不是说我在开 Uber 的吗？不是歌师，你不是说我开 Uber 的吗？你不是又说我开 Uber 的吗？啊，对不对？歌师，你那么激动干嘛？你那么激动干嘛？你真的太激动了吧？哎呀，还跟谁说？哎呀，茴香都有几种写法。哎呀，一本正经的，最后还不是被丁举人把腿给打断了，成了个瘸子了。瘸子啊，就是你啊，应该把你的腿打断啊。哎呀，贾大师啊，你看看这种人就很接受这个角色，一看就知道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嘛。孔乙己是谁？这个我都不知道，这只有你们中国人才知道啊。你问台湾人有几个知道谁是孔乙己的？口口声声中国人，我只知道鲁迅，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鲁迅吗？因为我喜欢吃卤蛋。哦，鲁迅就是跟卤蛋基本上是一样的，混蛋呐、啊，混蛋。没有啊，你们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那么崇拜鲁迅呢？我靠！歌师，你多看点历史，像那个刚才我们说的毛泽东，少年青年时期也是认为所有地方都要独立，那最后他中年老年的时候怎么样？反对这个独立，反对那个独立，你不觉得很搞笑吗？来啦，歌师，我跟你讲啊，那个郑丽文去旧金山 ，OK。旧金山那个国民党以前国民党支会，然后还有去那个纽约国民党那边的支会。为什么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纽约吗？纽约那个支会吗？来考你嘛，你不是懂吗？你不是懂国民党吗？讲话啊！毛头小子，报告一下莫根啊，昨天说那个布鲁斯说他上台之后你就上不了，他拉黑你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好像不是我，没有这个规则，好像只有 moderator 才能屏蔽其他人进这个房间。的，不是最近，他在几个月前早就把我 block 了，好吧？这个我都知道的事情。这个也没用啊，好像规则改了，只有 moderator 才能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每个房间不一样，应该不是这样子。不过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啊。OK， 这个我是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无所谓，啊，我对这个东西无所谓。我只是反正就是来一个广西的那个建处，那个有什么好玩的？对，他最主要就是来这边。今天怎么没有听到歌师啊？今天你们有没有听到歌师啊？歌师为什么不发言啊？对，他最多只有这样子而已啊。是歌师发言了，就被很多人贻笑大方了。有时候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讲一些东西，基本上啊，真的，歌师，你如果讲郑丽文美国这边的，有时候你去听一下子郑丽文在美国这边的公开演说，听一下子吧。啊，都没有听，
你就拿着你们共产党的草稿出来念给大家听，这有什么好念的？记得啊，这是这个原来民进党崛起，其实后背后也有共产党的那个功劳的，记得啊，这是这个不要忘记了啊，很多事情都是有关联性。我可以跟你讲，在 class 里面啊，你谈的越多，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中国那些富商也捐了很多钱给美国的啊，记得啊，可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在 Clubhouse 里面谈的越多，时间过得越久，基本上有多少台湾人都已经跟你们讲了，民进党基本上跟共产党是绝对有一腿的关系的啊！我也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中国人那么愿意支持民进党，而且那是很一致性的哦，好奇怪哦。那这个也无所谓啊，反正台湾是台湾，跟你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民进党有点这个不厚道啊，真有点像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啊。美国人帮了中国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啊？那中国人还恨美国，还从小到大这个要灭了美国。这个民进党也是啊，对吧？说这个从小到大也是得到那个共产党的眷顾，对不对？但是这个对共产党就那么恨吗？说不。这个东西啊，基本上我希望你们了解，但是你说实在到最后面你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国民党是研究共产党是研究非常透彻 ，OK， 甚至以前培养过很多的硕士跟博士，全部都是研究共产党理论的 ，OK， 这个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啊，有读过大学应该都知道才对。然后呢，民进党以前也是研究那个共产党理论啊，毛泽东理论啊，什么都有研究啊。但是他拿来用的，却是用在去斗别的党身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国民党研究共产党，基本上是防止共产党去赤化台湾，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们一直在支持民进党啊，可以啊，支持嘛，支持。反正呢，投票在我们手上，我们想投给谁就投给谁。